澳門年度科創盛典再度起航，全面點燃科技創新嘅強勁引擎。來自全球嘅青年創業領袖正蓄勢待發，匯聚智慧，共同激發新質生產力嘅無限潛能。歡迎參加2026澳門青年創新創業大賽。本屆推送賽道深度優化，規模與資源雙重飛躍，呢度係夢想升級嘅最佳舞台。5月6日報名通道全面開啟，8月18日迎來巔峰對決。無論你係新銳初創力量，還是以深耕市場嘅先行者，呢度都有屬於你嘅舞台。兩組別分別設有冠軍、亞軍及季軍嘅殊榮。今年一如既往，獲得澳門中銀嘅全力支持，分別設有中銀最具投資價值獎以及中銀最具潛力初創團隊獎。本屆賽事匯聚專業評審陣容，圍繞項目創新、方案可行、市場競爭、盈利模式及團隊實力5大維度，進行嚴謹嘅全方位考量。報名參賽即有機會獲推送至國際級賽事，包括中國國際大學生創新大賽、中國創新創業大賽、前海港澳台賽、HiCool 全球創業大賽及中關村國際前沿科技大賽等頂尖賽事。4條澳門項目專屬賽道，代表澳門出戰全球黃金賽道。成功入圍24強，你將解鎖多重資源，從1對1商戰策略指導到5分鐘路演特訓，更有機會直擊大灣區核心，與龍頭企業孵化基地實地對接，資源全面升級，對接更具深度，為你嘅創業項目按下落地快進鍵。順應國家發展大局，把握澳門多元經濟契機，燃點科技創新引擎，重塑新質生產動力，即刻行動，喺黃金賽道上全力衝刺，開啟屬於你嘅圓夢新征途。